去完深圳啦，你哋當然想知道深圳係咪平過香港啦？但係再提醒你哋啊，養貓呢個一次性嘅費用買貓呢，其實呢唔係太過重要嘅，亦都唔係太過主要。主要係將來每個月嘅貓糧啦、睇病費用啦，仲有甚至而家要開始幫佢哋買保險添嘅，仲要一份責任心，因為養隻貓仔呢係需要15至20年嘅時間嘅陪伴嘅。直入主菜啦，請你哋睇睇我嘅新嘅更新嘅 Excel 表格啊！你哋睇到呢隻貓仔呢，就係旺角寵物街嘅樓上店嘅老闆娘。好好人啊，仲俾我拍片添。呢隻呢係一隻金藍色嘅短毛貓，價錢呢就係8000蚊港紙左右啦。由我喺深圳得到嘅數據總合咗喺呢個 Excel 表格嗰度呢，我哋就見到喺深圳嘅實體店呢買呢啲貓仔呢，就大概係需要6000蚊至8000蚊人民幣。咁我就用咗當日嘅匯率，就係4月18號2026年嘅，咁呢就係等同大概係6900蚊至到9200蚊港幣左右啦。如果喺網店啊、拼多多啊或者阿里巴巴買呢，哇咁啊仲平，咁啊只係需要人民幣嘅1500蚊至到3000蚊人民幣左右嘅啫，折翻嚟港紙呢，就大概係1725蚊至到3450蚊港幣左右。但係呢，就有一個特別費用，因為需要呢將隻貓仔由深圳運翻嚟香港，咁係需要大概2000蚊人民幣左右嘅，咁港幣就係2300蚊左右啦。我冇 check 過網店究竟係需要幾多錢由深圳運過去香港，所以咧呢個咧就唔穩定嘅。大部分喺內地嘅貓店咧都係包3針疫苗嘅。做一個好快嘅總結，咁我哋見到咧最平當然喺網上買啦，但係咧我就驚上面嗰啲網店咧多數都好多係呃人嘅，又唔熟。我小弟嘅建議就係去啲比較有實力嘅同埋開得長時間嘅實體店買。由呢個表格我哋可以睇到咧，喺深圳嘅實體店買咧，哇，其實 total 嚟講咧仲貴過呢個喺香港嘅樓上店買，但係咧就會平過呢個香港嘅地鋪少少嘅。所以結論咧就係其實喺邊度買都唔係差唔多嘅，冇咩所謂。我覺得買貓係最緊要睇嗰個叫做眼緣，好似追女仔咁樣，眼神對嘅就係佢噶啦。我去深圳睇貓同收集資料嘅時候咧，就見到呢隻貓，呢隻貓真係好靚仔噶，價錢咧就係6800蚊人仔。但係咧嗰陣啊，因為我未買過貓啊，第一次啊，所以想考慮一下啦。咁兜個轉先再翻嚟睇下。究竟買唔買嘅？點知一翻到嚟嘅時候呢，就俾人買走咗。唉，冇辦法啦，可能緣分仲未夠啦。真係幾靚仔嘅呢隻，應該係銀白色嘅呢隻短毛貓嘅顏色。今次我講嘅呢3種貓呢，都有一個好大嘅缺點，就係呢會甩好多毛，所以呢都係一個麻煩嚟嘅。下一集呢，我就會講2種唔會甩毛嘅貓。其中一種咧就係德文貓啦，你哋敬請留意咯。好，係咁先，拜拜咯。記得 like、subscribe and share， 因為咁樣咧就對我哋呢啲咁小頻道咧係最大嘅支持同鼓勵。如果可以 comment 埋就最好啦，多謝晒。